大家好，歡迎返嚟。今日我哋會開一個新嘅系列，呢個系列嘅名叫做君子時代的爭霸。你係咪覺得春秋戰國時代就係好死板嘅古文同埋考試題呢？ No，其實春秋戰國時代就係早期中原版嘅權力遊戲，唔單止有家族內戰、諸侯爭霸，仲有政治聯姻、暗殺、外交、聯軍同校道操作添，全都起碼齊晒。今次呢個系列呢，我哋會用一本超有料嘅書，就係呢本《君子時代的爭霸》，亦都係我哋嘅系列名。帶你睇盡春秋歷史嘅男主女主，逐個拆解每位霸主背後嘅局。第一集我哋先嚟睇睇鄭莊公。睇完呢集你就會知噶啦，鄭莊公係點樣一步一步搞掂細佬公叔段，將不義變成合法皇權嘅呢？黃泉地道見阿媽係孝順啦，定係 PR show 啊？鄭國又點解可以駕住天子頭上走呢？即刻去片。春秋咧開局就爆炸啦！第一年咧記錄咗一句超冷靜嘅話喎：夏5月，鄭伯克段於鄢。鄭伯即係鄭莊公打贏咗佢細佬阿段，咁簡單。其實背後咧有超多嘅心理戰㗎，甚至可以話咧係家族嘅宮鬥。根據左傳嘅補充，鄭莊公嘅老豆咧叫做鄭武公，咁老婆係新國嘅女子武姜。武姜生咗2個仔，大仔就係鄭莊公，細仔係公叔段。但係莊公一出世就唔正常啦，腳先出頭後出，嚇親武姜，所以咧改名叫做誤生，意思就係難產出生。阿媽就似唔中意佢啦，錫晒細仔公叔段，而且佢哋阿媽武姜仲多次向老公鄭武公請求，想立阿段做太子，但係鄭武公並冇應承。鄭武公死咗之後咧，莊公就繼位啦。佢哋阿媽武姜仲繼續撐緊細仔，要求封個靚位俾阿段。佢想要祭呢個地方，莊公話唔得，祭太凶險，唔吉利啊。然後武姜又繼續話，咁就將京呢個地方俾阿段啦。莊公點頭，結果段就以京城太叔之名佔咗一個大地頭，仲開始搞勢力添。當時有個大臣叫祭仲，就話太叔段喺京城起嘅城牆超標，唔合制度，遲早會出事。佢都講到好直嘅，佢話最大嘅城邑城牆係唔可以超過都城嘅1/3㗎。京呢個地方嘅城牆已經超標啦，你以後好難收場嘅。面對細佬嘅擴權，莊公係冇立即出手嘅，反而講咗句超經典嘅千古名句：多行不義必自斃。即係話咧，你咁唔守規矩，遲早死喺自己手上邊啦。莊公選擇放長線釣大魚，但係阿段唔知死，越搞越大，甚至準備起兵謀反。佢阿媽武姜都加入埋陰謀，準備開城應援。但係莊公早有準備，派兵突襲，一戰打敗阿段。阿段逃亡至貢地，此戰稱為克段於鄢。阿段走咗之後咧，莊公為咗懲戒佢嘅阿媽武姜，發誓唔再見佢。佢話：不及黃泉，無相見也。之後有一日咧，莊公又想見翻阿媽，但係咧又唔想打自己塊面。呢個時候咧，顰考叔就出計啦，挖條地道喺地道中間見面，就叫做黃泉相見啦。咁歷史記載咧，母子見面感情融洽，大睡之中其樂也融融，大睡之外其樂也泄泄。你可以話呢個係一個孝子嘅故仔，但其實佢係一場精心編排嘅孝義公關 show。既可以表現自己嘅有情有義，又唔打破誓言，仲贏晒輿論添。莊公唔止係搞家務事嘅高手，仲係外交天才嚟㗎。佢做咗周天子身邊嘅卿士，相當於內閣嘅首相。結果因為周王偏向虢國，莊公嬲到出兵打成周，搶皇室田地，仲攞晒啲麥自己用添。最爆嘅係周天子嬲到出兵，但係俾鄭兵射爆咗個膊頭，戰敗收場。書裏邊講得好清楚嘅，鄭莊公之所以可以短暫稱霸咧，係有2個原因嘅。咁第一個就係內政好穩定啦，父子3代鄭桓公、鄭武公、鄭莊公都係周室嘅卿士，有足夠嘅政治實權。咁第二個咧就係對外有威啦，軍功顯赫，擊敗戎狄，挾天子行事。而其他國咧，好似衛國、宋國、魯國、晉國，都係來亂不休嘅。所以莊公即位43年，前20年咧，幾乎係無風無浪，一統國內，震懾諸侯。不過霸氣唔係永恆㗎，
鄭莊公死咗之後，鄭國7年之間換咗4個君主，有被殺嘅，有逃亡嘅，亂到冇得再打啦。國內混亂，霸主地位正式消失。鄭莊公咧唔係一個戰神型嘅霸主嚟噶，佢靠政治耐性、家庭治理、聯合皇室、軍事出擊，穩打穩紮咁上咗霸主嘅地位。佢識等細佬自斃，又識演皇權孝子戲，仲識用周天子之名出兵搶地。雖然短暫，但係佢真係霸過。下一集我哋會轉場去齊國睇下小白係點樣假死翻生嘅，管仲咧係點樣由暗殺殺手變成國相嘅呢？齊國又係點樣走上春秋第一霸之路嘅？下一集齊桓崛起，千祈唔好錯過啊！今集嘅故仔你又點睇啊？記得留言話俾我哋知喎，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